先来关心一件攻击案。伫咧台南有一位老阿伯，伊甲因太太是长期拢住伫咧伊因兜，毋过即马伊因一口罩却传出讲要移民，要甲厝卖掉。这个老阿伯伊就无欢喜啊，伊甲讲家己会无所在会当住，就甲因伊冤家起冲突。情绪一个失控，转放火烧厝，搁举斧头甲人攻击，就连这警消赶到现场的时嘛去互扑，当总是有3个人受伤。搁较喊过的是讲，这个阿伯后来甚至搁使救护车浪港，毋过尾仔也是去互警方掠走，伊才有杀人未遂等罪嫌上班，申请有风险羁押。徛在天门河小到乌妈妈外口油封锁线，台南南区新乐路大青山中道传出放火伤人的案件。80多岁姓姓老大人来到这个民配一楼放火，刷落来搁摕斧头攻击这户姓黄的住户。协报告场的技消甲警消也互攻击，有3个人受伤。救护人员一下来就被他砍了，然后这个火就是从外面这样烧进去。看到铁卷门有明火，那下车之后就是要协助消防车布线，看到有一名持斧头就攻击同事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远离他。3名受伤的人分别互扑伤头、倒手等所在，好在在送医了后拢无生命危险。根据了解，互攻击的住户是嫌犯的小姨啊，嫌犯亲像因为家庭纠纷，因此无稳出手伤人。他们要移民卖房子的问题，所以你还有孩子，你回去孩子那边住，孩子不接受太无路可走了，他钱都没有了。查甫厝要甲偷倒啊！因若爸死也要经厝细人个伊的名。嫌犯伤人了后，也驶走现场一台救护车，警方协报赶紧追捕。嫌犯将救护车驶到南港街徛街地下停车场，互围捕的时也举斧头击捕。警方以辣椒水、棍仔等强制压制。强势将其压制逮捕，并带回侦讯。后续将依公共危险、强盗、杀人未遂、妨碍公务、毁损等罪嫌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。警方将人带回侦讯，赔偿案情，因为嫌犯有攻击性，除了以公共危险、杀人未遂等罪嫌以上，警方也坚称检察官申请有风险羁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